大家好，我係啤梨強，歡迎嚟到啤梨強閱書室。呢度唔係一個純粹聽故仔嘅地方。我成立呢個書室嘅目的係想同你哋一齊攞起放大鏡，由經典文學到現代經律名著，去剖析故事背後最真實嘅權力、慾望同埋人性黑暗面。意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講過，經典係一啲值得你不斷重讀嘅書，因為隨住年紀增長，你會發現書入面嘅文字冇變，但變嘅係你睇呢個世界嘅眼光。就好似今日要拆解嘅《愛麗絲夢遊仙境》，細個時候睇，你會以為嗰個兔仔窿後面係一個冒險樂園，每個人嘅心裏面都有一隻引誘你跳落去兔仔窿嘅白兔仔，但經歷過社會嘅洗禮，你先至會驚覺，愛麗絲經歷嘅呢場夢，其實係一場關於集體崩潰嘅經律預言。今日啤梨強唔係要毀滅你嘅童年回憶，而係要拆開呢場夢，尋找翻屬於成年人嘅清醒。要理解呢場夢境點解咁崩潰，我哋必須先要了解一下作者路易斯卡羅 Lewis Carroll 嘅背景。喺現實世界，卡羅係牛津大學一位極度嚴謹嘅數學家，佢每日都要用一種極度理性嘅狀態去處理無數精密嘅公式。但一個終日同正確答案打交道嘅人，點解會寫出一本完全唔講邏輯嘅書？事實係呢本經典名著其實係卡羅對現實世界嘅一種無聲反抗。佢將現實所受嘅壓抑全部轉化成夢境入面癲喪嘅角色。跌入兔仔洞本質上就係一場對現實社會嘅集體逃避，因為人長大後太痛苦，所以作者借用愛麗絲身份選擇去一個唔需要講邏輯嘅世界。呢個唔單止係愛麗絲嘅夢，亦係一個被理性壓抑到極點嘅靈魂向呢個世界發出嘅一封求救信。而卡羅透過呢本書殘忍地話俾我哋聽，逃避現實嘅代價就係要面對一個更加失控、更加荒謬，甚至會攞你命嘅暗黑仙境。當愛麗絲因為跟蹤白兔而跌入地底後，首先令佢喘唔過氣嘅係嗰種莫名其妙趕時間嘅焦慮。佢見到嗰隻白兔仔一邊好緊張咁睇住手上嘅陀錶，一邊神經質咁重複住遲到啦，遲到啦。其實白兔仔係趕住去見皇后，但事實係佢根本唔知要去做乜。呢隻兔仔其實係我哋每個現代人嘅寫照。喺大人嘅世界，忙碌往往係一種保護色。我哋透過覆唔完嘅 email 同埋追唔上嘅 KPI 去掩飾內心嘅空虛。你以為自己好努力，其實只係喺一個無出口嘅隧道入面盲目咁衝。如果你覺得趕時間對愛麗絲嚟講只係一種精神上嘅折磨，咁接住落嚟佢所經歷嘅就係一場最直接嘅生理恐懼。喺呢個奇怪嘅空間，愛麗絲驚覺佢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嘅身體。佢飲咗一支寫住 Drink Me 嘅藥水，就縮到得幾寸高。佢食咗塊寫住 Eat Me 嘅蛋糕，又會變到好似巨人咁，頭頂撞到天花板。呢種忽大忽細、近乎畸形嘅混亂，其實係一種對現實嘅冷酷諷刺。愛麗絲每飲一次藥水，佢嘅身體就會隨之改變。而喺現實生活入面，我哋嘅自我價值往往都係由外界餵俾你嘅藥水去定義。今日人哋讚你，社交媒體多咗個 like， 你就會隨之膨脹，以為自己好有價值。聽日老細踩你，社會否定你，你就會即刻萎縮，變到一文不值。呢場生理恐懼嘅真相係，愛麗絲控制唔到身體，正正就係我哋喺現代社會入面徹底喪失咗對自我控制權嘅真實寫照。我哋每個人其實都係一個喺膨脹同萎縮之間不斷掙扎嘅愛麗絲。當你連身體都失焦，核心問題就會浮現。愛麗絲喺森林遇到一隻坐喺蘑菇上面不斷噴煙圈嘅藍色毛毛蟲，佢用傲慢、空靈、帶點不屑嘅語氣問 Who are you？ 愛麗絲答唔出，因為佢嘅名字同背景喺呢個荒謬世界已經全部失效。大人世界
最驚慄嘅地方，係佢會慢慢磨平你嘅稜角。你會發現，為咗生存，今日要扮風舞像，聽日要扮紅心兵，最後你變到連自己都認唔出鏡入面嗰個人。呢種精神上的失蹤，先至係最深層嘅恐懼。失去咗身份認同之後，愛麗絲正式踏入咗夢境入面最荒謬嘅社交戰場。佢喺森林遇到一個茶敍，見到風舞像、三月兔同埋一隻匿喺茶煲入面嘅睡鼠，佢哋圍住一張永遠收唔到場亦都執唔完嘅長台，喺無限循環嘅下晝6點，重複又重複咁進行緊一場毫無內容、純粹虛耗時間嘅儀式。風舞子同三月兔嗰個無休止嘅茶敍，你以為純粹係搞笑，其實佢展示緊一種極度恐怖嘅精神控制。呢場茶敍其實係一場關於排外同埋霸凌嘅權力遊戲。當愛麗絲行埋去，明明張台仲有好多位，三月兔就同舞像一齊大叫冇位啦，冇位啦。呢種瘋狂正正係一種集體排外嘅社交霸凌。三月兔代表嘅係嗰啲喺體制入面失去理性，只會跟風起哄，將荒謬當成日常嘅隨行者。而風舞像就係呢場混亂嘅主導者。喺原著入面，風舞子因為得罪咗時間，所以佢嘅時間永遠停喺下晝6點。於是風舞子用呢個借口逼所有人陪佢玩一場無終點、無意義嘅規則遊戲。佢會無啦啦問你點解烏鴉會似書台，當你認真思考嘅時候，佢又會理直氣壯咁話我根本唔知個答案。喺現實生活中，有冇曾經遇過呢種看似理直氣壯但其實係冇邏輯嘅人？佢哋自己生活不如意或者陷入死胡同，就要拉埋身邊所有人陪葬，用一堆自創嘅邏輯去情緒勒索你。佢哋同你講嘢目的根本唔係溝通，而係要透過混亂嘅邏輯嚟玩殘你，同埋要展示自己嘅高人一等。喺茶敍嗰度，語言已經變成咗一種暴力。面對呢種風舞子式嘅情緒勒索，愛麗絲到底係點樣反擊？今日啤梨強就同你拆解點樣應付身邊呢啲利用混亂嚟支配你嘅黐線佬。因為呢種利用語言去玩殘你嘅手段，只係精神暴力嘅前菜。愛麗絲仲未知道，接住落嚟呢種暴力仲會升級。離開咗茶敍，愛麗絲踏入咗皇后嘅玫瑰園。喺呢度，所有人都要跪拜，因為紅心皇后最出名嘅一句話係斬咗佢個頭。但如果你深層次去拆解，你會發現皇后並唔係單純嘅殘暴，佢係將所有嘅生命，包括佢嘅士兵、侍從，甚至愛麗絲，都睇成係可以隨時替換、隨時報廢嘅物件。喺嗰場荒謬嘅槌球賽入面，我哋睇到權力最醜惡嘅一面。皇后將活生生嘅紅鶴當做球桿，強行屈曲佢哋嘅頸，將縮成一團驚到震嘅刺蝟當做球咁打。喺呢度，紅鶴唔再係生物，佢只係一支棍；刺蝟唔再有痛覺，佢只係一個零件。呢個就係最黑暗嘅隱喻——物化。大家仲記唔記得我開頭話作者係因為對現實感到崩潰，先創造呢個世界？去到呢度，你會驚覺，當一個靈魂行到入權力核心，佢面對嘅係更絕望嘅崩潰。因為喺紅心皇后嘅世界，你唔係一個人，你只係一件隨時可以被丟棄、被踩喺腳底嘅零件。你嘅存在價值唯一取決於你有冇利用價值。當生命被簡化成工具，當痛楚被簡化成數據，呢場夢境就正式進入咗一個最冰冷、最令人窒息嘅僵局。要打破呢個僵局，權力者選擇咗最極端嘅做法，將愛麗絲推上法庭，進行最後嘅清洗。愛麗絲因為被指控偷咗皇后嘅餡餅，被送上咗一個完全無視邏輯嘅法庭。呢場審判其實係權力者為咗展示威嚴而設下嘅陷阱。喺呢度，你見唔到正義，你只會見到一種先判決後審理嘅傲慢。面對呢種將生命物化到極致嘅制度，愛麗絲終於明白，再多嘅辯解都只係
喺對方嘅規則入面打轉，佢唯一可以做嘅係用盡全身力氣去否定呢個荒謬嘅根源。最後，愛麗絲大叫：你哋只不過係一堆死人紙牌。呢句說話一嘢撕開咗恐懼嘅面紗。原來所有嘅恐懼都係源於你對嗰樣東西嘅賦權。正如喺職場上，點解你成日會咁驚你嗰位無理取鬧嘅衰老細？正正係因為你潛意識入面已經賦予咗佢去勒索你情緒、控制你價值同埋將你物化嘅權力。你太想得到老細嘅認同，你太驚失去呢份工，結果你親手幫佢戴上咗皇冠，由得佢對你隨時審判、隨時斬頭。但愛麗絲話俾我哋聽，當你心理上明白呢啲試圖控制你命運嘅人都只不過係靠職位同埋體制借翻嚟嘅虛張聲勢，而你心理上收翻呢種賦權，你對你老細嘅恐懼就會瞬間消失。喺日常工作中，你表面上依然繼續配合緊你老細嘅政治遊戲，但你個內心已經唔會再因為佢嘅無理取鬧同埋一句批評而自我懷疑，更加唔會俾佢牽動你嘅情緒。佢只係一個無法傷害你心靈嘅對手。喺嗰一刻，你就已經贏咗。故事最後，愛麗絲醒咗。呢種醒唔單止係結束噩夢，更加係一種對荒謬世界嘅拒絕認同。所謂成長，其實就係一個不斷從幻象入面醒過嚟嘅過程。雖然現實世界往往比夢境更瘋狂，但我希望喺呢個書室入面，我哋可以一齊喺黑暗中拆解出屬於自己嘅曙光。今日呢場暗黑版拆解，你有冇喺愛麗絲身上見到自己嘅影子？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一下。如果你都中意呢種對人性陰暗面嘅解剖，記得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好朋友。我係啤梨強，用粵語同你拆解世界好書。我哋下集再見，拜拜。